你有冇想象過，一棵樹竟然會流出鮮血一樣嘅紅色汁液？今日，我哋就嚟探索呢種被稱為龍血樹嘅神秘植物，佢嘅奇特之處絕對會令你大開眼界，震撼你對大自然嘅認知。龍血樹最顯眼嘅特徵，就係佢嗰個與眾不同嘅外形。樹冠平坦寬闊，高聳入雲，似足一把巨型雨傘。但最震驚嘅係當樹皮受損時，會緩緩滲出深紅色樹枝，濃稠得好似血液。古人甚至相信，呢啲就係傳說中巨龍嘅血液，充滿神秘力量。呢種龍血唔單止神秘，仲有驚人用途。喺古代，佢被視為珍貴藥材，用於治療傷口，亦係製作高級染料。龍血樹主要生長喺印度洋嘅索科特拉島，一個被稱為外星島嘅地方。佢哋唔單止係大自然奇蹟，更係地球遠古歷史同生態變遷嘅活生生見證。